讲到咱的台票一直变愈来愈大圆，这央行总裁杨金龙亲身来说明着这汇率，还有市场的评论人员唔通乱用，也希望厂商唔通听这寡喊呱呱的分析，颠倒会损害家己利益。杨金龙搁再强调，这央行无参与台美经贸工作小组，而且美国财政部呢，并无要求新台票就要承担。外汇市场是供需来决定，这2天它真的是确实是波动过度了。我们也有尽我们这个职责进场去调节。新台票汇率连续2日暴升，央行出手了，暗晡初5台北开市，新台票最后收盘是30.145块，升达9.19角，创近3年来新高，盘中上悬到29.59块，升达1.474块。未少可出口或者是美金计算企业根本未付反应。市场的评论人员切勿用预测的方式来评论国内汇市相关的议题，那甚至会波及到我们实体经济。也要呼吁我们的厂商不要听信这些市场过度的夸大或不实的分析，那产生了这个非预期的一个的心理来抛汇，反而会损害到他自己的利益。以呼吁市场冷静，暗晡伫市场闭关之下，台北股市初5开关价格，出口甲金融类股遭无配合，盘中指数由红变乌，最后大拿254.05点，20,532.99点作收，落1.23%。台积电落12块，收伫938块，落1.26%。影响上厉害是金融类股，国泰金收盘落6.81%，收伫54.7块；富邦金落5.88%，收伫80块。央行表示，最近波动主要原因是因为投资人有疑心理，表示美国并未要求新台票承担。COVID-19 之后，美国呢？就是对晶片对电子零组件这些的需求非常强烈的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对它的一个顺差才节节上升。那这个跟汇率没有关系。也承认新台票升值期间有发现亲像脱音现象，金额正大，暗过实际数据无方便讲。有类似的现象，但是呢，我们有提出警告，他就是要来炒汇了。对外界质疑台票暴升甲美国贸易谈判有关系，行政经贸谈判办公室透过新闻稿表示，关税谈判无确定汇率议题。行政院副院长邓丽君会对美谈判小组也无包含央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